弹词开篇，二泉映月，优雅的韵律当中，我们欢迎在座的各位尊贵的来宾来参加我们今天的军韵流芳吴迪军、赵丽芳从艺60周年评弹作品演唱会。这个我们都知道啊，如诗如画的江南水乡啊，孕育了无数的充满才情的艺术家和各种各样丰富的表演形式。没错，梦溪你不知道，评弹呢称为是江南明珠，他唱出了人间的悲欢离合、甜酸苦辣，深受江浙沪听众的喜爱。没错，吴迪军和赵丽芳两位老师啊，在这个评弹的天地里辛勤耕耘，可谓是硕果累累了。大家都知道啊，赵丽芳老师呢是咱们无锡人。那么他呢，可以说是我们无锡的骄傲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是第一个拿这个二泉映月，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曲子啊，拿这首音乐名曲来谱唱弹词开篇的。那同时呢，他也是拿到这个文化部颁发的全国1等奖的第1人。那么既然说到这里的话，应该掌声请出我们的今天2位主讲。好，我们掌声有请，有请2位老师，吴迪军、赵丽芳老师登台和大家见面。梦溪你不知道，其实好，学生来献花了。其实2位老师的话，在他们20年前也是他们的40周年的演唱会，我也来参加了。但今年是60周年，从艺60周年，我看了一下，好像都没变。是吧？还是这个样子，还是老样子哈。哎，其实挺让人感慨的。60年，你想想，人生能有几个60年呢？没错，真的是不容易哈。你看我今年已经80多了，头发都没有，从来没有绑过。哎，咱们来问问2位老师，今天是不是有特别的话要给我们在场的观众要说一下？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今天是个好日子。吴迪军，你讲。哥哥要叫我吴先生赶我来，来，我们掌声响一点。各位先生、女士们、先生们，诸位知我爱我者，你们好。阿拉泰晤士丁啊，这个单轨飘香日脚，新丰市桥我们2家头重建60周年。我是15岁登台演出，今年75岁。我太太赵丽芳是9岁，是那副70岁的演员。一直到现在，伊9岁登台，所以还是60年。2家头并起来，侪是60年。搿个60年呢，我是正确的，伊稍微退回几个号头，3年还没够。啊，所以说非常高兴，诸位到此地光临莅临指教，人生能有几个60年？所以表示出于之人，发于衷心的。感谢诸位在座的莅临指教，祝衲身体健康，在座讲。谢谢。首先请出的第1位的话，我不敢去报，那是我们上海评弹团东方戏剧之星的高博文先生，就刚才说的旁边那位主持人啊，非常儒雅的准备节目，特别要说的话，跟他一起合作的那一位，那也很厉害。我们无锡的观众看我们上海的情景剧，经常可以看到一个美娟，哎，陆文莲，其实他的父亲母亲也是我们的弹词名家，大家都知道陆文莲的那个琵琶在琵琶是要飞起来的，非常好弹啊。那么他们强档合作，这个开门红肯定是响得不得了。哎，非常期待。掌声有请高博文、骆文莲。比波世事光，金曲如老桂花香。后在当世代千秋我是在，英语中啊美名人。
是伤心引人悲，一张一脚与心互扬，郁闷风起不得听众下声人言。两位老师，你是啥亲人？称上谁？其康上去，把你上为红颜顶戴。下面呢，我们来读一封给这个两位老艺术家寄来的，对，是来自日本的一位评弹迷啊，他特地他说，值此吴迪金、赵丽芳书坛生涯60周年演唱会举办之际，我预祝演出取得圆满成功，并衷心祝愿两位艺术家的艺术青春常驻，不断的给我们带来更多更精彩的作品。那么呢，他特地呢是做了一首并头并尾的打油诗啊，叫再赞吴赵荡，曲坛绝冠，高攀顶巅。那我们来读一下这首诗：吴赵家当传新曲，砥砺精湛迷书坛。军方不羁堪称绝，六书精深可夺冠。实艺修行胆气高，诸环无人唯独攀。再展新姿顶上顶，赞歌唱彻入云边。好，我们把那个这位粉丝的名字叫叶毅在日本名古屋10月15号写的这封贺信啊。你把字头每句的首先的第一个字你连起来读一下。吴迪君、赵丽芳60周再赞。掌声，谢谢。那
这首贺信当中提到了这个六部书，也就是我们2位艺术家说的这6部书，非常著名的哈。没错。骆金扇、金陵杀马、智斩安德海、三大亨、北汉春秋和同光遗恨。我有点遗恨，因为他们一部书都没有传给我，真的很遗憾啊！我们听卡布拉梅，谁让你没坚持在这个大家在电视上看到有一个巴拉利。但是三大亨从来没让我演过，真的很遗憾。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你们掌声响一点的话，我就能演。但是你们不拍手，我也演不了了。好，那我们继续。其实接下来我这个掌声要演出后面2位强档联手。记得以前流行歌曲里面有一个那英跟王菲唱的《相约酒吧》，是。今天是2位也是厉害，在我们评弹界女演员、女艺术家中那是佼佼者。您介绍一下。强联手啊，没错。那说到这个关于情谊的这个事情啊，世间何物为重呢？那当是人间情谊是最无价的。评弹演员呢是离不开广大观众的这个鼓励和支持的，是鱼和水的关系啊。汉乐府民歌《长相知》呢就唱出了这样的人间真情。怎么说呢？我欲与君长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哎呀，写得好，但如果能唱出来就更好了。是的，那么这首《长相知》呢，是由上海音乐学院教授联播作曲，马上登台的强强联手的弹词名家赵丽芳和邢燕之联袂演唱。同时呢，他们也想把这一首曲子献给在座的广大热爱评弹的旧友新知们，我们掌声欢迎。
沙漠搿部长篇台词啊，是我们台词名家林文君先生的代表作。那么侯德军老师呢，得其100种寿，经过数十年的实践，拿原来只有30万书，现在扩展到有的60万金陵沙漠。今朝呢，2位老师要为大家表演的是其中一只交让弟兄会。啥时候呢？是表现出了弟兄情深。哎，高博文啊，这表现的是弟兄情深。对。那我想，赵丽芳老师是不是要唱男声的呢？对。这个赵丽芳老师啊是个多面手。这评弹演员呢，这个生旦净末丑，男女老少都要演。虽然赵丽芳老师今天是演的是个男生，但是呢，他用大段的叠句唱腔，淋漓尽致的把这个弟兄情深的感情，张文祥对兄长的深情厚谊都表达出来了。好，下面这个催人跪下。我们用热烈掌声，请出吴迪军、赵丽芳2位老师登台表演。马新义是亲日的故，张文祥是太平军，太平军攻打赤军以追俘。马新义眼皮吃力，刚长得像太平军。张文祥心意为真啊，搭你为义就为兄弟。啥人晓得马新义卑鄙无耻恶毒无赖，非走心心里，介绍到误杀太平军，用太平军的血，你用了自家大红顶。欺兄必杀炮仗义害，张文祥门为人人，所以1杀马新义，2杀马新义， 3杀马新义，4杀马新义，切面腾腾会连用马5杀马新义，6杀马新义，今朝切了个波，7杀马新义，嚓！结束。这位啊，说3哦，这个是开场白，在鼓场上说明书的开头。今朝是确是清的18，清的18是啥个日节呢？是两江总督马新义交让粤军。搿些辰光的清朝自从曾国藩之后啊，江南省改成攻两江，就是南京。两江总督傅一平接收4个省，江苏、江西、安徽还有浙江省的军队侪是离过。逢到清的18，非要到南京交让里向去建个军队。还有建个军队呢，四省军队共总来个精锐部队，侪是陆运兵，共总要12万8千名，280个营。看个人是神塞神海，神队西进，反队主动，要等到几十万人。哇！野人让开了！那个道士一营营一队队一标标一艘艘，前头是50名军门开门，才是皮挺大腰刀。后头不得不插轮椅大轿，再后头500名清兵，再后头乐队，搿些辰光乐队有古式、中国式，还有外国式。噔咚哒！这个是中国式，前前搿些辰光外国人啊，有华洋腔的镇压太平军。把了李永嘉了、庞玉林了搿些人，中国的水龙嘞，还有西洋乐队，为水外的朋友，红面嘛，黄头发，头浪向总督嘛，身浪向总督不是，腰里向指挥的，然后都是水到漂了漂，水里向拿哈子一个指挥，后头军乐队，那一段嘞，哪嘛去了？稍等，今天你这个表演艺术家啊，银帕必柔的，
这个泥泡的是个，尹先生，你是真的是正宗搿2-3年的是蛮好的，我有30学不会了啊！现在我主要是别出心裁点，来只洋铜鼓，我处理箱移出来，让其他地方倒脱皮部里向弹出来。这个是平台高大概只有叶英梅老夫子处理去过，其他人不来的。那么现在我们黑龙龙。杨老伯来着。啪一边给个磨烧到，说到交上义务厅，他就是指挥的。如此，我开始部队是统统定下来，海上当初16名江大夫就是定下来。韩家新陈六平，哗啦，将里去脱，打出来一个官员。这个官员显赫，啥人？来个人叫清女清明，一等清楚都为谁？就像时地主就能他子小宝，绑公包绑玉林。你是专门管这个上岗书司，现在讲起来就是海军上将，过去呢海军总司令。真高头，这个老了，只有50刚刚开昂一眼，你那眼皮闪闪辰光，眉毛50岁8个。还有一句闲话叫“肥了300头啊，70啊，1死70一死分有时。上张大面孔呢，蛮特别个，338个皮肤，338个眉毛，一双眼睛炯炯有光，苏州眉。看看，两人与棱与角，特别你个胡子大明高两样，啥事体个人秉性更热，是个清官，才50岁。你个胡子，因为你个伤心啊，至少在往上头翘个。那么这个翘呢，往搿边翘，外面得为好，下头还翘个。刚刚落地去下去。水一松，会得弹出来，在锅上踢足球啊一样的。北方人才叫你分鸡手手，啥叫分鸡手手？吃水果子上身高，靠等得吃水还等到这个，得好了。对了，像右边顶对，青丝宝塔顶，孔雀双眼花翎，一条鼻子烫三股，乌的是上3两油菜，炒蛋炒饭好炒。回了了后头，阔边大眼睛，里向整件啥么子？吉林布服，清朝副官是最帅，飞禽最帅最帅，文官是以三月顶头，叫飞禽最帅。你是吉林布服，中小红包大束腰，这个红包大浪向过，我们是琳琅满目，青丝顺切刀。2尺5寸可以3载有罪，开玉门不正之夫，营私伏笔，为水为女者，可以3载有罪。眼睛国是手指头，玻璃国是为牙齿，水衣的，郭德山姑娘古董文物商店刚刚打出来这样一个，脚浪向是后头员工周旋，理出来身高顶头啊。上头个屁，山上官员统统踩在浪人这里。公宝，应急公宝，应急公宝。
大人，公报哇！本公报到此何劳总为原因，不等之事。哪里？本公报还礼不周。不敢，公报请。后来新三公报改变干了，到上头义务厅，必须当中比他是后台一龙相说的。总管上按品级统统做好，白玉林对上水望望，再对下水看看，一头闭气，说的今朝李三哥是水战，那么为有两个人，啥人两江中毒上水，下水里向应当是南京的江宁将军叫快玉，李都两高头，我心里是交上粤军的郑荣才。一个是副总裁，办公报上，办公报是交上粤军的总监督，专门来监督你督的。现在你督两高头回来，我监督啥人？心里想我是，哼哟，大家要好呀。什么时候了？马兴义跟奎玉两个人到现在还没到。哎呀，是啊，你都未分来啊。教场粤军，这是老佛爷跟皇上钦定的。9点钟粤军到现在还不到，我倒来了，他们还没来，真是放屁！哎呦，这个屁话嘛，又吓得老实实对着。旁边刚收人物丁日产，大毛生意又高，马上跟上来，真放屁！安徽人府张仁开，差不多身高，2品正2品，马上后头说放屁！哇！身高差不多，台湾一级，看见办公包侪要跑马屁，大高喊放屁！那么办公包这个了，欢喜看的，看马生义的合作呢。3品，这个是派专门跑马生义马屁的，今朝叫你表态，中不中看行动。为什么不放屁？呀，哎呀，我当时地板我冤狱了，我哪放你个屁呀！这，放！哎呦，放个办公，不放公我放轻点，放轻屁，放屁。这个实配放个轻屁，在外面看看，指一指。放屁！哎呦，放屁！现在看我哇！那几片5片。为地上发放？他有3不敢放。放你的屁！我管只要放到高一能放。那么我放一个闷屁。放。这个实配放闷屁去是吧？等时间义务厅老乡。一片屁后等，娄军备上，背了本宫把我的帖子，去把奎玉跟马兴义请得来，就说我这个总监督恭候在此。是，来，马进哪里去？马兴义还没来，江宁将军奎玉还没到，一个人到谁来了？啥人？马兴义有家对头。大英雄张文良，今朝是第7次杀马兴义，但是马兴义的表兄叫周国才一道到此地，经这个义务厅交上，马上关照周国才，拿本水本交本，啥叫水本？过去辰光那个合作官啦，见上司啦，是要个礼节，一本么事叫水本。周国才随拿这个水本交拨子里，蒋文良随到夫人之去一看，有只厕所，没人了让方便，到里向去打，随拿粥水，边巴浪向2人的皮壳子包的，一瓶毒药砒水拔出来。毒药砒水是见血风寒的，划破一眼眼，喉咙风了，突发攻心，服药可救。随拿这个毒药砒水往进这个水本的当中一夹，头皮不见，还是表示杀马兴义决心坚决。我就切杀了，今朝杀得人功，我
治水公道。你我心里的财我要孝于天下，杀伐因公都要必须我是文于此，我也是的。因此，拿两人的皮壳子毛针看板里向嘚一剁，搿只水拿好子的毒药皮水割好了海，刚刚打出来，转身相追。大哥，你哥哥走。到死要妇人之耻，哥哥，文才真是把我寻着阿狗子，哥哥兄弟，你怎么会到南京？我寻得你哈口啊，哥哥兄弟。我与你弟兄分呀是一起心相兄。你们身居谁？欲可理论你也没梦，因此后别离。到今哥哥兄弟。气到大话么也是神，我内怕哥哥有偏恩，哥哥大不了是爹娘想起身当苦，大不了你长兄弟毛。叫声大不了你水人口，大不了你非人生，大不了为是灵王来纷纷。我与你不关于深深的弟兄人，在这弟兄人上为呀家一种。那家里军翻凶，就开始总么子军人么说是吧？弟兄永永不离分，白发哥哥也有恩了谁是你？身躯里空隙一生，觉得我内举本来分两天起你来把兄
门居公公里，兄长啊，三辈的话里细细听，把的是件事，只有那非常深，那一大场地神与灵的让他发自人，我应对那一大不把这招姑娘以后别狗狗势力，谁人口不内劲，为大圣人老子孤身，你今日天涯海不是吃天灵吃你吞吞回来用阴，你比我中一路一也大大一推，谁能把人恨？我对结发人那一语人，生娘子至于生，时日些也夫君怎么用我不归，下不定，今日马大落天人欧人头，飞沙这弟兄，谁不够啊兄弟？不结婚在，你不是张家的人，但是我每晚哥哥的皮恩没给了七岁，与你动气力之动，把兄弟动不手呀，动不手身，动苦动了动是动身上一大，自家亲啊一路归根，最亏在我走为门你的家也好灵。心意，小兄之恩，来生图报。我为什么在你的家中要寄书于你？不辞而行，就是为了要怕连累你一家门是刺客余党，家属要满门抄斩。哥哥，跟我回去吧。兄弟，哥哥。
句就知晓。小弟记下了，哥哥这第二桩呢？所写第二桩，相骂着四情深，既偶你大扫身，因机不容非身。你大嫂给他三生若不行，我暂时相依的是了的掌门此生中挑一张门。哥哥，您还是有老大还是有老二？老大是你长子，不可能，就老二怎么样？好吧，哥哥，你给他起个名儿吧。匆忙之间取什么名字？一定要哥哥给他起名。有了，叫什么？叫他做张继马。为什么叫张继马？张文强的后代，永远记住仇人是马新义。好，第三桩这。生人兄弟呀，别不少亲情，我杀得人家思绪心慌，好手把人杀不人，我有脾气，我不是。起起飞个提起，需要服侍来把兄人，我的兄弟呀！你如这样小兄人，口气小，大情不发内容人，这次可家就要杀门。话一讲完，小兄要告辞了。哥哥，不要去，这回去吧。停！就问大是听大人人亲兄弟，只说你的小气后来。不，哥哥，我不走。兄弟，就此拜一别。哥哥，站！不要去！兄弟，哥哥，你跟我撒手！不放！兄弟，你这是有弟兄之情，难道要做小生？我做不仁不义、不义不责、不忠之人吗？不放！兄弟，哥哥，你撒手啊！不放！你跟我撒手！不放！当真不放，当真不放，果然不放，果然不放。再三相逼，休怪小兄无礼了。
老娘。那么尹义春老师大家晓得，你是非常知名的台视表演艺术家。那么今朝呢，后场两位老师主场，你特地从苏州赶得来那个作舞来受训。那么尹老师呢，而且是我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苏州平台这个代表性的受承人，我就不得了，这个荣誉蛮难得的个，这个级别啦，和大勇嘛差不多的。所以呢，你要难得出来演出。今朝呢，是作为后场两位老师的朋友来作舞，唱一段啥呢？千才百里里的代表之作《杨乃武》当中一支《密室相会》，我们掌声有请。杨乃武写把菜，今朝银幕大破吃四人。银幕写得杨乃武有往所以李亚家里都两家头密室之中相会。自家那个别听，究竟真相是哦。现在小把菜眼瞪瞪不肯受杨乃武再后里，小把菜理然不理，乃武一声伤退。他一声伤退为生罪，体内家里闹魔生。一杯人生对抗，凄凄惨惨不开分，谁没了？七寸安然。我心我与你们以外，地上去配分明。哎呀，别是听虽不生。是生，哎呀呀呀！你须离开，莫生嗔。水妹，你什么地方离泪两哦？来一啦！龙
家境认真。铁穿风飞青丝昂，人有凄凉都是你这应。哦哟，泪出痛然，泪不水。越哭越伤心，原来我对不起你，真是不能办的。我非谁人为对错的，必去必骂。生生人人，世世把君人。水妹已容脸，我方为之意，你不要动气，只见爱之勾人，一之勾结。我看日实情，心日痛。吃不容个心，爱大声是很严深。来日每到时间为爱恼怒，爱你，我恨不得把你光来吃。水妹，在此一时之中，我俩一为这一计，离家为离，今日龙凤，他乡与高知，怎不能为也看我？只见他乡的女狗相看。情泪一日情，宽腹当初心脉脉，一为后用家心心。来日水军送的大不相同了，水美了。我们与日色滚滚有双喜，与日色明明心娃两只人，与日色老多文战成文事，与日色青天谁谁闹出真。我与你们人什么有，人什么恩，人什么世界，人什么生。我与你们不能有人，只能心。三宝才听起杨梅为我心里想，告你那个。
我的伤心不忍分，你看他离得下永生对抗，一内好去西内兵，女此生心。若为追儿不能盈盈落，生然一世尽是几生。我何必打佩服？记此心，一米白的下照灯，老风追击恨死生。恨双目，一对魂，擦擦一襟分外情，也没风。是真凶神，不呀！你又害死神家命，你试问心内口爱人。养子无狗屁人民，一生一岁不佳人，都闹听信谁意，只等婚。其实我说的呀，我不跟这样。不知了，还真能有句风一句，因为银包公单已经定岁命。胸中风遗恨，其人非女手美心，他若手纵然真非成生。我看了一下我们节目单，我觉得有一个是不是写错了？因为我知道这位老师他是梅花奖得主，而且是我们上海东方戏剧之星，又是我们太湖一枝梅之称的。啊，您说的我们这个无锡的戏剧院的副院长黄金慧老师，他怎么会唱评弹呢？
唱戏剧是不是助兴演出啊？你搞错了。其实呢，今天呢，黄金辉老师是作为嘉宾表演来为大家献上评弹演出的。评弹。对，今天呢，这个黄金辉要演唱的是由我们赵丽芳亲自谱曲的一首叫做《太湖四季美如春》这样的一首曲子啊。那么也是在这个赵老师的亲自的指点之下呢，黄金辉呢也是唱出了新韵。那下面我们就掌声有请太湖一枝梅黄金辉登场表演。掌声欢迎。
上片台是一枝毫无，是我们赵丽芳老师啦上世纪80年代初改编创作的一部新编的上片台词。当时呢，20多年前辣辣江浙沪巡演辰光，得到了好评，可以讲风靡了江浙沪各大舞台。那么今天呢，在这样的一个盛典上啊，我们的赵丽芳老师呢也是担当表演啊，要为大家再现她当年的风采。我们掌声欢迎！欢迎！是因为一支舞呢，最少几分钟，蛮短的。因为我的节目呢，我也结结怪怪的了，辰光非常拖长，主要有3段唱腔。因为搿只故事上面离奇曲折，是宫廷乐事，距离现在1000多年面前，辣辣唐山大明王后头有得中年间，有美女啊，马如天仙，少年晓得飞来王我们抢进王宫，哪位嘛？因为上王与红颜宝黛，3千宠爱在一身，样样在春身上有边上莫及之气，就是肚皮不胀气，不讨之要，大大江山。后继无人，那么抢美女教父生子，将来么谁说我养个儿子我做不他，举州敲咱们脑内杀他。哦哟，真正心狠手辣。昨年本是治过凤仙路，来这一做新郎人意中人这样，我差有眼。不能来往聪颖之意嘛，闷闷不乐，悠悠人心。今朝一个字。受了轻功外头上浪里，只听见哗哗流水之声。台里一妈妈跟你有点好，微微出着，从皇宫一直通到外头，本来没名字的。但是啦，因为通了皇宫里向嘛3000分台，每天梳妆打扮，夜里向小妆，看你是哈浪大，彩蛋屋里嘛。搿点我鼻子红颜色，所以大家无形当中建立一枝好，因此得名。看见到一枝红了，眼里是啊滴哩哒啦啦流出来。一枝红啊，一枝红。
尊，临兵所着有子，难得的过个王舅。狗头彩霞笼中，赵王爷喜出王位，马上赶到水灵塔盖，不离700多要走，打了门背上向，放了一手里向，眼里腾出王宫，这个俺们神不知鬼不觉。上人晓得个水灵塔盖良心发现，说不离吃多呀，不离吃个迷魂呀，打门背上，腾出王宫，郁郁收心，哈人相聚。马上离开然后赶洛阳定居1个月，军家白马是真香，就是碰上自家的意中人未婚夫，当然大音乐家李神灵。哎呀，哪位是俺吃？李人民喜出望外，凤香路走走进进，一语不发。李人民觉得奇怪。那我个离婚妻看见是我是从没有相仿，王刚是刚就是不理你，不理你呀！哎呀呀，这里是好是好，不好呀，有两有三，我的表妹有些定心之巧，讲义上寓意巧，这是啥个巧？当然明巧，雷手至今，大明王是个此巧，只因天上雨。神机拿得几位分西巧，我在这里下皮包透下来，沙啦啦啦，一出衣裳有一巧，妈妈谁为我认我来？对，眼睛在里下在对老下皮包透下来，但我的身体肉的，沙啦啦啦，一出衣裳有一巧。
是良心何处这里是肉丝哈，一把花一起动，灯笼彩虹莫非他必心凉。香炉呢？香炉靠得点雷人儿相逢，对待起来得真别个妈妈，别个啊！高的阿伟在见你，这个时候，请自尊等待的，对不放我的子好，听听我吧。哎，孟希，我觉得两位老师他们台上的艺术风格一直追寻着16个字，叫你武我有。你有我优，你优我精，你精我绝，特别是那个吴德军老师，我从小特别喜欢听他的演唱，他人真是我们评弹的麒麟童，所以作为我们小辈的话，特别希望多听他的张调。很多我们的同行，我们的小字辈演员都喜欢唱他的流派。那下面要为大家表演的呢是来自上海评弹团的国家1级演员，也是张派的传人毛新林啊。那么他今天呢，让我们带来的是由这个吴迪军改编的《红颜》3世画子梁选曲，拿手绝活。是的，那真可谓演绎的是铿锵有力，韵部3分啊！我们掌声有请。伴奏陆文莲，掌声欢迎。
深情啊，我不是恨其深，他是恨多深老身。将身刚推，将身刚内是当的好儿，我与他。情都共一杯，风风雨雨，同是金发内，谁非公道身动态，家结亲同志。时候人心将他配，他日我傻傻的与同人，那的人送。为谁把斗家结弟兄？要谁非妹？这一发气真呀仔细配，各位好人。这个节气心里向个服务业的激动，那么你3个60年来走过来还是不容易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还有痛苦，还有欢乐，但是已经走过来了。看啥么子？看3位听众我们的指引，大力的支持，我表示衷心的感谢。那么你要修了一点学生子，那么有学生子呢已经组织企业家者。有学生子呢去参军者，有学生子呢已经出国者。虽然不就是为了为你祖国繁荣贡献自家的力量，还没甘心，当然更甘心的为了让你到流乐平台家继承我们一个世贸发扬平台的光大。那么为何总是为有一批学生子留了个平台头？那现在又出来个2个3男啦，真的太人欢喜，面孔也是漂亮，上次么过来了，收最平台头的神风霞烟。先生好，啊，别急啊，是吧？
一对三夫妻金童玉女，外加虚心好学，经常到我屋里向来好的。有辰光吃了我屋里，住了我屋里，来得个热闹了。所以说诗个不说诗个学生子，当我们才是师生情深，是拨你为你一种最大的幸福。今朝顺风唱的么事不得了，你唱啥么子来自家讲？那么我学子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大金湖》是用华调唱的。对个，华调啊，华调唱的。国南郎不上子方唱的。那么现在听众们也听啊，好，快点去给听众们唱一段。季夫人，她哭泪老是夫内。下当来去意妻，夫人啊，这一生十里你只能亲王夫人去对老去你我的翠凤呀口碑的杀人虽当明媚儿此内国法谁谁打破口你风声啊想笑日回泪破醉飞你亲自不语，你哎呀，他往下心上。
南家里。下架。谢大家，谢谢。两三年来看你如戏，你看见真的心里高兴。那么为用上之来，今朝先生从你60岁里嘛，你都侪要来做一样。哎呦，来着，先生。哎呦，来着。那个呢，手机平台头的生意，那个长寿平台头的叫满良，还是一对小夫妻。
身内是我身花义先生，那么你在表演节目中，那么根据那个点年数的，那么你在晓得外加了一种包括听卡啊，包括你个大众啊，侪是侬来称为你平台高当中的吉林洞。那么来听家就晓得你先生个境界了，唱得吓得不得了。那么平常辰光呢，你作为学生子经常到外地演出，那听辅导听见你唱的，那么那么遇到这样一个机会，大家想听听你先生唱两场境界给你听听哈。大家鼓鼓掌哈！一定要来一头。今朝是我到赵地方演唱会，那么这个唱平台呢，我马马虎虎；唱京戏是家人门外汉。虽然我5岁就学京戏，后是来学子平台嘛，京戏也不难唱。但我摆倒是摆过先生，啥人嘛？这个南派包公啊，前派的这个叫代表人物李世春先生，十来也小，我辣10几岁辰光，我辣常州工人文化宫刚刚开出来个文化宫，我辣前头读书，伊辣下头唱包公。那么到上海一直听伊个，那么从此以后便是房言教，伊点拨我交关物事，伊也来听我书，我天天去看伊京戏。到最后呢，80年代以后，伊退休，庐山京剧团转来，我辣上海演出，每场必到，回来指点我，外加为教我几出戏。今朝我就唱一段赞誉声，献丑啊！唱得不好那拍拍手啊！唱得好嘛，赶紧拍拍手啊！这个喇叭响起来啊！
70岁为郎唱红了好呀，真家伙啊，会场的中气了，中国大夫用印度话对啊。先生，那么你大家在晓得个，你曾经呢，拿平台里向呢，拿你个这金运大鼓呢，用了平台里向一来。我有3个先生的里啊，罗玉生、杨菲菲、对个，齐丽珊，3个侪是我先生呀。对个，所以你才晓得你唱金运大鼓唱得蛮好。那么今在搿场一个庆典里向，你还为你大家唱一段叫金运大鼓，蛮好。那么我来唱一个《重镇河山待后生》。下面一场节目呢，是我们这个单立芳老师个，也是这个得意门生，是比刚刚这个聚会呢要早2年，对个，是的加速。那么我相信这个听平台啊，超过15年以上的，这个名字已经听见过。为梦，为了为去为之，今朝这个梦。为梦呢，曾经是我们平台家一颗摇曳的星星。哎呀，唱得好，说得好，弹得好。今朝为梦啊，因为是先生。唱先生的时候是最纳税的，对对，我做王魁。3月为梦，上月份登台一场平台，但是呢，你也扩爱平台，经常屋里向呢来唱。那么有辰光叫我去弹，说他们历经演出弹不来的，我去带你帮助。我激动睡对。我来好叫唱平台啊。两个少天对，因为辰光蛮距离都低的，所以希望大家精神对睡，都是拍拍睡，让我听听看啊。一定要拍睡啊，否则我今朝做起来日脚难过啊。今朝是。为梦来为大家演唱，我们单立芳老师个代表作。我还有规矩的，那今朝来上水个位置恨得不得了。王魁啥人做了？王魁嘛，这个只有吴德军老师。吴德军老师，请得我王魁啊！那当然。掌声欢迎吴德军为梦，谢谢。有请。我是老王魁，歌舞交关音，东木西的辰光，交关音我里句话，攻读3年。兵作达旦服侍地，德中团名老牛，相互招载，忘恩负义，300两文银一纸宣誓，我的宣脱。交关人一口有气，有良之人，都应该各让各争。要我做王魁，但是公年夫妻聚成，现在先来寻头。倒是相府里向盘团王魁，苦苦哀求，无奈王魁贴在身上，交关音。你到此之人呐，夫人，为妻特地送对方来的。你乃是个清丽妓女，我虽见是说网友。今日相府东窗快收，
下过种种余粮，与相国妻妾是我来到上了天下民意。你在此期水水滔滔，倘被相国妻妾为之为当了得，你为本无快。走，王魁实在一辈子心肠，这么也对我们把脑袋磨出来，来，夫人，谁在夫妻，昨日恩德已谢了么？早已恩德已谢了。当真？当真？公说，公说，你絮絮叨叨是一声外辈无快，滚滚滚！哦哟，王魁那么难了做事，给我们把身骨给磨出来，高高一举，给些辰光归进浑身塞到恢复牛上，嗖嗖上身，本上上凉，现在没人出喝，噗，重新贴出来，逼逼落，最后眼睛里向滴出来，不是眼里，而是一滴一滴的血。王魁，那的音符处处满灵灵啊，升到哪里去了？您的老奶奶定心了。王魁，好，对待起了一个，哎呀，真送你来到我的王魁。人生是不是心？
哦一哦你杀我的头，神机启用再提与你三楼到底去推翻真我做王会到此结束。等到现在的话，接下来就是一个压轴好戏了。这个压轴好戏的话，是不是梦溪为大家唱一段评弹？我倒是看了今天的演出啊，特别想学评弹，拜你为师可不可以？没有，我们很多接下来那个节目就是大师级的表演了。是的，压轴的最精彩。今天一个最后的节目呢，给大家真的是带来一个惊喜啊！副市里头相当演出来了一位特别的嘉宾，是台视名家，你苏州平台的常务副院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苏州平台代表传承人尹毅朱老师。今朝呢，你不唱三把菜，而是到后台两位老师啊，合作里头，你后台老师自编自演的上片台词，一代相用当中的分为厦门风度。今朝皇宫馆里向的气氛交关紧张。那你是楼老向，王金勇坐了上沙发老向，一袋肉推了上子，吧嗒吧嗒辣浪吃三个烟。旁边坐还一个便利老师的新木头三角，搿是估计是你个便利夫人，上海太郎才晓得，你到两高头也还个。哪位呢？因为李知清郎刚进皇宫馆，刚把王金勇儿子王俊来。刚刚披上凤冠腰带，马上把头一把做板袍为主亲。昨日呀，上衣在勾家来面，那因为王金勇呢，关心里、安慰里，样样侪来帮助里。那讲嘛，今日人君，明日人人，好呀，金刚这么亮晶晶啊！为了马上眼冷对清了。大重要，我讲银行里甚至侪是美金，王金人嘛美人心，两人在一个一心。李知清还是不放心，一总部头要是脑袋往心里那么的无心，所以那天看看个三姑娘，表面浪向端庄文静，我讲不少个闲话的，表情也不少个个，他是个字啊，工于心计，是个利害角色。旁边坐好个杜月笙，隔面坐好个张小玲好嘴人，侪辣那吧嗒吧嗒互相依，除脱相依，其他侪是应付。我是最近的一个风流女子。还有头浪向上两四个王二四个头，生发与他的一滴油来夸着。可是浪向在地上开阔个自用私用的棋盘嘛，虽为的风抽买单，叫浪向上通司嘛。一双自用颜色的意大利金块皮啊，水里向弄还一张意大利金块的自用颜色的皮板，上头红黄蓝白开满个板上，金光闪亮。水浪向打一只亮刻了个后鱼竹篙，从水里向打一只开门三足的二买个随便。这把有个只face，真正叫 beautiful， 漂亮，那漂亮法，一张脑袋里，皮肤色白，白得让他们晶莹剔透，三个三面的手白白的，头颈里像个青筋，望了望，才看得出个这。两脸绿眉，一对白红眼眸，花眼色，这个眼睛呢？一寸2分3厘半，搿对透明眼睛叫是讲杀一来心啊！嘿嘿，太白的不叫好个男人，嘣的自我去摆不起的。穷也别，婆婆家个自尊，一看农民啊，两耳福福。搿身材呢，一米70开昂，不但现在是标标准准的市长模特，外加也是个电影明星。别个人当时还算是女中快水，花中之王在。那么这个啥人呢？你曾经是卫青上家里的第4个公子的姨太太，
所以大家在家里三思于他。那么说高台上跟你们讲人家好的老乡不定荣华富贵，嘿，历来在随自生于上流社会，儿子将之一等。那么欧一点说，嘿，介绍里有个欧蛮平的，叫山来风雨嘛，天上有物。一群欢喜白杨三把里面外加独吃乌儿梅，还有个几年子多得嘞。20-30个，外加法国的，法国啥个国人，中国人、外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连带非洲人，连带吃通后谁呀个？咦，就说来头子乌儿梅呢，你大法国的。60岁、70岁、80岁、90岁，哪怕100岁嘛，还上的，为什么见得呼呼噜噜的产品，10个不来么子，让你送走人，再对谁水？根本是上公公上种大人讲，哪看得起你呢？不来个这玩，结果我们呢，不来一笔动力，到底挨头嘛来得真开呀！你来在自身上流入位置，这于是哎，哪个里到？王金庸来在是有花对劲，王金庸呢体会里的开始呀，哪家归这个楼来村建立之娘，实际上嘛这王金庸的眼线非到楼来村，有些人王中好好打单理想嘛，哎呀，金庸啊，哎呦，来这个眼光贼，啥难的？可见杀气不记得语气来。哎呀呀，杜先生，哎呀呀，张老板，那是谁来黑呀？追上来嘛，戳劈他！马上王金庸身边一绕，没事，本人毛病不熟，要看来这个呀。来，弄根香烟来吃吃。你等对吃香烟，别家伙自家没个，家里颗香烟，我跟弄。哎，地虎。哈哈，3等对吃香烟，后也不认低，拿起只18开，狼声，叮。哎呦，哪能啦？出气的嘞，自然后哔，嘣哟，都用这个，气运不在，要命啊！那一方。哎，金庸啊，啥事体啦？风风火火叫我到搿搭来，别来好心，我是赶得来了。侬看呀，侬搭档里向哪能啦？哪搿种面孔，像麻将台里向个白板一样的，啥个事体啦？还出了啥个事体了啦？啊？那是啊，那台上来看的，来看。哪么事啦？哒，再过来一看嘛。一张发邮里的手片，上人家哦，楼来村，跟王金庸娘的发起要离婚，哎呀，但奇怪噻，像这个楼来村唱戏的戏子呀，人不所谓地位，人不所谓背景，你哪个干上个大汉家，看上去里还会得有啥个后来噶？哦，我想了噻，这个后代为什么天里的啥人嘛？眼里上往个3开3余2，有当初辰光上去呢，就说你到阿公辛苦破坏的事体啊，不让你发现在。搿子2、3天哭出乌拉蛋，我打一把眼泪，一把不记，我一做眼泪嘛，来得真好。我随拿个3开交代不来，2天到2高头去夹夹朋友。丁还么呢？你特里王金庸搞不了这个3开，根本空荡着啦。我还争气在，我在王公馆里向嘛，还收去做一个爱戴个真宫娘娘，你来动这个王南京。哎呀，不晓得有谁来，那谁讲9百大罪，就他王金庸都不讲人家的了。我讲今朝为对不公堂。干王金庸不得了，要是一块个嘞，那对子这样都讲，够干你干，上海滩那个大汉呀，这个面孔包得落得起家。
哎呀，金庸啊！哎，我想想，来村这个小姑娘们，没啥个花头的呀，对不啦？唱唱戏的一个戏子呀，阿会得有啥个后台吧？兄弟，我不晓得。再过把手，分析我啊！我看大概总归会得晓得的呀，对不啦？都讲这个，反正叫我逮捕公道，叫我上法庭。侬去不啦？不可以！快点！张小平风听的，娘们的，张老师，你挖得什么？挖鱼啊！大大王金庸，上海滩上向，顶得两拐的香，躺得平日得东到杨浦西到饶家头，南到南码头，北到北新区，县中国人有名气的，堂堂督察长，蒋家那个老头子，伊好上法庭啊！伊上法庭推台，推到28年啊，催命去催到马来西亚。那我一三那哈一用俱用，一生俱生，统统在吃瘪，弄得不好，娘们的王金勇啊，你少到苏州去补丁啊，月生啊，你到浦东高桥去买上点去啊，我到西湖去摆地摊，不来了，那能办法呢？那离婚，只有一个人风险，啥人杜月笙，吧嗒吧嗒，连吃3根香烟，脑筋动作。香烟一卡，轻轻叫台上向一碰，办法来了呗。哎呦，杜月笙开口呀，看上去有眼力在。老头啊，那滋味挺好。王金庸上法庭，正像《红楼梦》一句闲话啊，我们就一用俱用，一生俱生。三大行搿个面子抬到啥地方去啊？一个人顶顶要紧，就是体面性命。对个。老头啊，再讲。如来生三如是宝，侬讲伊全报道走不对个，这个70几万的首饰是侬自家在伊结婚辰光拨伊个，这个侬送拨伊个，送拨伊才掏出来，侬为啥大行啦？这个是一点。第二点，伊带走的遗钞、金银珠宝，侪是伊自家共和队创选的包人，辛苦动力啊，创选创出来的。侬王金庸的。金银首饰、银行存折，伊一样没拿。这个女人还是有良心的。再讲出来，一夜夫妻百夜恩，百夜夫妻海洋深啊！留点情义，留后步。那么伊告侬哪能办法呢？哪能办法讲啊？侬王金庸出面，督察长上法庭，太重了。只有一个办法。啥个办法讲？如来生告王金庸，我你不睬伊，不睬伊。反过来，王金庸再去告如来生，告伊啥么子啊？我想好了的，伊告虐待法器是吧？我你现在辰光叫金庸哥告伊，不守妇道，王金庸要侬噻，够出去。哎呦，结棍，拒绝杜月笙啊，哈。听见那个两句话嘛，只听得开心的是没有言语。到西山高如玉面纱，一人定影云风浪。公公的大门面前，这夜里那谁家走，我回家走我叫我金庸
分一杯干。哎呦对呀对呀对，你是个心哦，都想家。那大公公去陪人，桂林小姐。知情，但是我做啥呢？老实讲，他人不识相，也想把我来的高档，再把我李志新狠心上，一身吩咐水滴我的我乃渡水渡江，作尽汹涌澎湃，我拉滚滚往后干。我也走上开天了。水大绿，人人敬畏，个女大，女大，对呀，必须得了。金花军用，把我瓦门进，你最凶，怒。那爷爷在以后我讲，老头儿不俩头儿介绍，那个头儿比我为好呀，比我为上呀。哎呦，这个女是那个对手，我大爷同呢，竟对付你了。好了呢，这个事体就老大听我的，一再听音。那么辰光不早了，我带小林哥，我要到三星洋去带法国人去谈事体了。听呢，张老师，这个事体把准了。哪能啊？侬代表王金荣，在侬这个大中国艺术这个代老二代母娘，那两家头代表王金荣一张上去告到法庭上向告卢来成不受辅导。好的，谁就代表？一句闲话。老头是王金荣包出面的，太太个。晓得嘞。是为我去的，我为你去的。杜叔叔，你要去的？那么志清啊。你送吧。是的，杜叔叔啊，杜叔叔最好啊。都最惨，可是没看现在房间里想起个空档哇，当王金荣两高头哇，嘿，快点讲闲话。这个在水马镇王金荣的肩胛上向一搭，哎呀，金荣啊！这里看看，刚刚白了，难看的。金荣啊！你不要气啊！哪不气？这个事体没啥气头。哪不气啊？有啥气呢？希望他生气嘛，那侬也不该收的呀。像卢来成这种人么戏子呀，一句老话的呀，叫标子无情，戏子无义。不要去讲伊啥了么事看的，晓得吧？那你像阿拉这种人呢，对吧？阿拉呢对侬一心一意，没两心两意，总归是随心意、随意随心对待侬，真正讲月亮代表我的心。小林啊，
了姐。那。那个渣子天上我去了啊！不讨，我有什么问题？中国的小男人，我用不着个啊！哪有？我到那两家头，啥人得啥人了，对不啦？侬就是侬，我就是侬，侬难过就是我难过，侬不开心就是我不开心。侬生了痛一痛嘛，我生了牙一样，这个就叫痛痒相归呀。哪个出来痛了也是两种高举啊！哎，金龙啊，侬当侬讲呀？哎呀，侬下来啥人来服侍侬呢？没人来服侍侬啊，讨厌的呀！你知吧？我现在都刚刚好，侬收入不好不啦？我到侬皇家门里来。什么呀？我到侬皇家门里来。呀！小奶奶，我说过小奶奶。搿个事体帮了后头，现在你给我顶下去担负路来吃的。哎呀，啥个叫后步了前步了后步，不是一样嘛？哎呀，我当侬刚刚好么好嘞？我只要啥事体啦？不舍得侬呀！我来没人服侍侬苦啊，啥人来服侍侬？来苦！哎呀，我心里想是真正难过嘞，不舍得侬来，对不啦？虽然我心里不少气了，少人还很想那个面孔了，能当子看中那个种蓝毛皮啊，侬是老看中点铜皮。哎，刚才见牛毛到一起，门一开嘛，李志新进来，手里只盘里半身汤，一看嘛，恶言恶上，搿只头皮一刮，今朝要上里抢人。嘿，赛龙哈子，准备哈子，最到黄金用嘛，你们戴了眼镜，对，老不是的，老什么？爹，吃了这碗，为何？请用参汤。包了哦。爹啊，最近不灵着。哪不灵啊？你不晓得啊？爹啊，那么我来讲给你听呐，确实是起来在。我问你为何生气了？啥个事体啊？爹，最近我里下楼渣那还为去，还是为是路口子呀？为路口子，为来为去，为之为里，当之一张。啊，那老虎们，你来的这个写得出来。张老虎们，实力不是的，自家屋里蹲不来，一日干一么忙啊的，真把家伙里面七八十你比来，自家从不太一般，跟来真正来你来你来。三就身体，四就眼，最起楼来哎呀，爹啊，搿张老虎呢是找回去嘛？千万不能得意来得来，倘若得意来得来，一家人家彻底不带血光之灾，生命里边爹呢，千万万千岁不能去把搿个一张多了我又在啥去了对吧？哼，这样对起来呢，妈妈还会不呢？哎呀呀，少奶奶！你呀来着？少奶奶，侬问我为了不是个张老虎嘛，乃是一张。啊。八门，哇！
谁不知谁用嘛，么总是可爱的。哈，幸亏个咋来个嘛，一年得要5万个咋4万嘛，4万嘛，么掉来个咋来个嘛，么来个嘛，欢喜个咋4万嘛，个4万买个来货买个来货买个4万买个4货买个来吧买个来吧买个4万，这两家头。不够年龄，不够上下上午，一日得要等了一代，这过来下头人家谁晓得？谁是上海开朗谁知道啊？里晓不得？那娘，你老母啥人家？你老母啥人家？我啥人啦？哦，姑姑是我屋里哇。哎呦，侬屋里来，侬不要面孔哪供了那不会咯？等下就去。统统给我滚蛋！本戏结束。在这里，让我们衷心的祝福吴丽君、赵丽芳这对书坛伉俪健康幸福，艺术生命长青，带给我们更多更精彩的作品。